大家好，太陽能報章及出版社本集將會討論2026年至27年巴士路線計劃部分內容，其利弊與自家改善建議。8H49X 延至柴灣東，很多餘，不會有乘客想經小西灣出市區。不過，8H 可以縮短至柴灣東，方便海德園居民用貴價線，唔經小西灣。反正小西灣有兩條銅鑼灣快線，新增與 8P、8X、82之轉乘優惠，即可搭 8X 在禮頓道下車步行去東華醫院，並唔係好遠。18X 加密班次，不開辦7、8號。最大問題似係價錢，超10港元之餘，還要由筲箕灣一度碌到北角先上公路，則如涌以東嘅乘客一般都唔會搭18X。18X 應考慮加分段收費，吸引720、722乘客，同埋早上甚至全日唔入北角，由18P 家用車重新提升至全日服務，同18號提供聯合班次取代。開辦新線770田灣柴灣經香港仔北角至筲箕灣、柴灣東、小西灣。東區走線方面，柴灣開出又要經小西灣，同之前兩條線延長至柴灣，一樣繞路，應該以小西灣為總站，若 8H 縮短至柴灣，會有位停泊。路線由北角一度碌到筲箕灣，連筲箕灣居民都未必乘搭，何況柴灣居民？講真，柴灣只係當總站居多。其次，呢條路線真係唔使兜北角糖水道，因為北角已經有多條路線直達南區，頂多77X 入北角加快車程，可能吸引到小西灣乘客啦。唔知城巴會唔喺下一年修改77號嘅定線呢？北角至西灣河之間改經東區走廊，66取消，並入6好正常，誰叫66收費貴？總比上年66加強服務為合理。指6號需唔需要增設特別班次就由大家討論啦。5X 縮短服務時間，預料之中 5X 車程慢，競爭力少，為什麼不改經告示打倒？多謝觀看，如有意見歡迎留言。